아르 잘라머니야 사 교조하고라你跟弟妈嘞잘라머니现在里面呗糖不得已经住满了5天的话就是大家我心里知道就是我东西放哪儿了心里有个数了他们啥不得不查在呀这拉他们关在车我们呗送不写呢或多那点第二个房间是这个然后就是很小没呗有一个也是有个落地窗然后外面有个阳台把子住的了阳台那天大们住因为这个搬到的是3楼没呗然后前面住的是11楼然后那个风景还很好看没呗3楼的就是楼啊就是前面有那种大楼没呗高楼大厦那风景或者明度嘎子上就是啥全部我这些看不对就是这一天早上我们要去迪卡莱换房间的小白点没呗然后卡拉青啊卡拉啊才让我们在那边吃饭嘛吃饭去对子嘛你考完了我得切不你看11楼的那个顶楼不是还能看到这种风景吗大日什么多日的干的没说下给你们的现在才不多就是这样子我的是那个E是什么药片是啦我呀打我的中小喂但这个故事有点长我的塞因为那个是没镇定药打的嘛塞上塞的是看的是呢你或者苦或者么多你拿下去你或者么过去打特皮没在就去买了那个镇定药这个是属于那种比较严格的管控给免这没办对就是那种比较严格管控给免这肯中原啊嘛的了的特皮没这你们过去我的塞我呀说过的做下不我的广大的是你的能不打是你的他要飞荷兰我要飞布达佩斯我们要飞过来的你或者闲那有个没办我的妈你的对我们来你的是你我的钱我现在 MG 啥就是你但差不多那边广大的多年面花多年面多把怕是有年面多那只有这个了是啥俺来年面卡塞是没让俩怕贵比面卡塞是你没让俩怕贵但面地里你烫不的烫不的地方的烫不的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感冒药但地雷感冒药但这个感冒药就是比较猛一点第次出切是没呗我这里烫不的你说不得切但是有一个棕色的棕色是有一个橘色的对面这个的但也是这种粉末状的没呗但我面皮色的皮色第次查清一年来这白的或者这商家转这这么多啊查呀或者么多但一年的糖不拿不大钱的第次查第次清楚第2名多对不对名多特别没钱糖不得多俺做吧俺能叫俺做吧你顶这钱有个橘色的这个色呗第次查的嘞查那么多你们是那嘞他们西子什么着，但看到多你们这他们送啥什么的，我这他们西子啥鱼，西安子啥，接差那么多，那就是一直维持着那个状态没，接差那么多，结果也没干系，订阅呗，订阅对咱们这那个这啥面抵达有嘛的，面可性别可就们就接这么大案子。这个就不能和任何一个药一起混着吃没呗？卡是你知道老板啊，腾给可是把面性别的这个三比那边性别的偏火突然多了，我的说啥？但偏嘛多呢？我的说啥？订阅不对，订阅这第三不对，第三第四查询第二性别的我那数钱，性别的来数钱，第三这但感觉对住自己别查下，那呀嘛那这让不他病嘛，然后我就照顾他没呗，我的说些。来不的，也是对就查下的嘞，也是送就的下，落下那个的呢，你们过清没？但广大你们过清没呗？多广大你们会读书的多啊？我比你不的就是买那个镇定药没呗？那个镇定药就是让你放松些，你说没呗？但就是别的你说没人这是啊？我的女不的，的女赶紧没什么，这个真的很恐怖。我们这那个啥的，但皮给打我妈的，他糖不得的，但这个是感冒药。这个就是不能和别的药就一起混着吃，顶嘛是啊啥，感冒药没是感冒药，如果热的了，一年还是很猛的呗，说起来现在没呗，我得热，对了，性别那个其他那个是就是镇定药，对，镇定药的我的这啥，我们这那个这啥，性别大嘛是啊啥年有了不的，我的你们点不多哎，就是吃那个镇定药那一天，说白的面我的这个塞不的，说白的。没塞着，去对就清不的，我现在清给，你要多这了，去对就清才啥药来了的，啥好嘛啥。这啥嘛？军机们就去你是不是过你们是啥嘛？打啥？来，打光打来不啦？你们估计，打你们估计个人我那会儿
你们看过苏格店买这些店没？是我免给钱那看，是我提克森那边肌肉运动那是当店没？别拿点我请没呗？我那去，你自己吧，说白的谁不的？但广大看他面第三就去清查下，但你看我嘛的什么就，广大很多年个他们的来不着吧面，面可就这咱们这。但这说的这三枚，你没光的给三枚，你这上面就开启个玛丽啊上去，哇好，然后我就吃那个药片，就是那个镇定药，对，就是跟甲流差不多 ，yes，我的面数，你看来哪子特定哪子的我那数钱不钱那会多，然后我们俩吃这个，就这个镇定药，我的就是通说啊，我的几个钱啊，我的说给多钱不的，我那会儿钱那会儿没，你手机上去查吧，就是。他就说赶紧拨打地面呗急救电话。我那会儿看的是啊，我那这几个给那打这几个来住呢，妈你得不啦？但没你苦下去是吧？没你苦下去，但你苦自己不啦？但你苦自己不啦？你总结得不啦？看这具体你我嘛的，但我们就是躺在那个床上嘛，然后就是旁边那简单的是面的药嘛的，所以你个用药减没呗？俺讲的那会儿糊涂啊。不是那种物理传导这些的，您是归哪里不？如果呢下了雨，下呢俺们叫雨，那些干嘛的？就是这个通过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面的，那么空气传播器没被给的。其实呢，你给哭没被的，我那多，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就是心跳很恐怖没被，妈你就是什么吐罗斯塔有嘛呗，吐罗斯塔那些个。啪，行没有？我得去说，打白死啊什么？打开嘛的，有可能他镇定之前先要给你来一波大的，这什么状况？因为他起个面开始是那啥什么？我得这什么状况？独立车在单位，刚你说清楚，误或者个个，我那就是有人就是扼住我的喉咙，听没呗？怎么办了你？考完那个肯定啥？接。Hello. Hello, baby. Yes. Guess how I'm. Oh yeah. Can you see me? Why? I'm calling you through my iPad. Okay. What? What? Man, you look good, man. Thank you, baby. I'm gonna jump through the screen right now. Yes, because I'm doing live stream. Oh, you live right now? Yeah. What's wrong? When you done? What did you say? When? Yeah, when you done. I don't know, after 30 minutes? Okay. Can I call you back? No, baby, no. No? Why? I miss you. Cause you live, man. I miss you too. You wanna say hi to them? Oh, sorry. Oh, it's okay. Yeah, say hi. You wanna say hi to them? Hold on. I don't know how. Like. Switch. The camera's zoomed in. That's what I'm saying. You cannot see them. You can only let them see you. Okay. It's okay. Just say hi. Alright. Hello. Yes. Hello, everyone. I miss you. I miss you. Hell. Wow. So fine, baby. Stop. I'm not. I can't stop. I'm fine. Stop. Stop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Oh my god.
Damn. Can't help it. Can't help it. Make it look good. Thank you. Maybe is it because of from iPad I look better? iPad or iPhone, don't matter, baby. Okay. Still look good. Thank you. Oh, sorry. No, it's okay. You got break right now? Yeah. You still have 1 hour and 30 minutes? I have to do something before I leave, you know. Yeah, just kill the time, you know. What? I'm just looking. Okay. Let me go back to them. Alright. I was telling you the story about like we're in Barcelona and we took the pill, you remember? And like how I was almost called the ambulance, you remember? Yeah, that story, you know, yeah. Alright. I'll let you get back. I'll call you soon, okay? Okay, my baby. Alright, baby. Bye-bye, love you. Love you, baby. Bye-bye. Bye-bye. Okay. 他的眼睛都在发光，我的眼睛看他也在发光，我们两个互相在发光，是不是很可爱？当然啦，他是我的宝贝呀，我肯定要温柔的对他呀，妈的。知道啊，开场了，可你萝卜开场这，看短暂的温柔浇了进去，哈哈。对，真的，你也看做记了我之前我不是说，这不就那这你们都得对吗？你也三把人，我真的很不喜欢我自己恋爱的状态是啥？其实不是都是错，是因为那个人不对。是因为那个人不对，然后你的状态就不对。你看，我谈到我那么让你都提对，我不会觉得我自己有多奇怪，没呗？我不会觉得自己有多颠，没呗？啊，就不这么多，我颠差不些呢，没呗？因为什么事都要我来，什么事都是我，没呗？但我们俩在一起 ，OK， 大部分都是我，大部分是那的70%，我70自己看来60%在心哪里，然后40自己但没让钱，那前面嘛是你们多没有我得这。为什么说看不到我们？是因为我用 iPad 直播 ，iPad 拿了给弟妹呗，看花几期妹呗，关于摄像都不是很奇怪吗？然后他不是会跟着那个人的头这样子转来转去嘛，然后很奇怪，然后这样子的时候他就看不到了，看嘎巴什么去通温度，所以他就看不见。你们没看到我拿着那个 iPad 也是那样侧着拿的吗？不是你刚才那敲嘛的，侧着嘛，现在你懂通温度比 iPad 呢，就是很奇怪 ，iPad 给拿了给离开了视频聊天器对，你得起给，推后来你得起给 ，OK， 那我那些。好吧，然后我们继续讲故事啊，继续讲故事，说到哪儿了呢？中些大话来说，哦，然后那个药丸，是吧？这边说到那个药片，然后你那边我也跟他说，俺混做中地写的于俺你巴塞罗那个酒店他差点叫了那个救护车给中写的于那边，啥我呢？啊，我这些。对，急救心跳是的。您过现在，但你那些不的，但我面前不的，他们女主持亲说mi，他们呢，马塞查罗没的，他们这会儿就真的是很恐怖没呗。我那没打破那路了嘛，手摇来什么样子没呗？妈年差不多，他们上滴，拧个活了，你得有个，然后就是那个心率很不齐没呗？卡些个就是嘛，拧得起，滴，死几多？卡些个弄得起多？他不讲回家去，两得起，滴。원대치 아니
刚你去吃没得，刚你去差不多，就是有那种掐住脖子的感觉，没白，我打么都不接。我呢，他没得他妈，你是了解你那是看中国外面，我那等个人讲，那是打掉的，就是呼吸还很急促，没白。你我打么都不接，你卡打起我等没白。卡在我的场打起我等我这，就是那个呼吸就变成这种了，没白？妈你也得我，但你没有在跑步哟。现在他掉进没白，然后他就很害怕没，他就很害怕，开始说我开始说，看这让他去动给，看这你也过干的，你这让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嘛，他也很可怜没白。你这了，第四关了，但你没准备的，然后我因为那个是镇定药，所以我以为我只要镇定了，然后他就会跟着我的镇定起那个作用，然后让我睡着。确实那个药是睡着的药，然后它的作用是让你睡着了再也醒不来。我的就是这个。他没有反应，就是很恐怖没。然后你给现在护士给不了给得打这是插住队长吧？你给现在我的护士，嘟嘟错，然后给我点个赞哟，给我点赞，给我点关注哟，按个迪娜罗里啊，这是我的直播号。你家是没办？我这些现在。拿不的，但现在拿不的。我这3多讲，我那会儿有那种，然后呢手脚没呗，四肢是那种麻的状态，四肢白或者这些鼻子点没呗，刚拉长鼻子点没，就是没有什么触觉没呗，触感这没给我说起没呗，我得掐住啊，那现在写住，白啥什么去的，我做或者我做或者。Kepçe yani midistani lanye di kabana ne di mebe da dobo de kara AI na geç çibne ChatGPT na geç çice ndila ba ne men di sebi le men di ya men xin别di ge ge去了 sebi 开7个礼拜吃吧这啥10个小时也不能把这2个药掺在一起吃我那会儿你这会儿啥我说嘛啥汤不得我们这那个men xin别的啥xin别的牛对子嘛这啥然后men di di或者这没呗这个不要和任何的别的感冒药一起吃，就是连止痛药都不能一起吃。低火的数千多，这性别的就更不用说了嘛。这是，我这些当年几搜吧，然后他就说马上打急救电话，提醒啊，先那些住了。你这大白啥说啊？我就跟他说嘛，给考完证，考完的结果切吧那边，考完的结果切吧那边。你我这啥？我那爱啥，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拿出来呗，然后我又很害怕。哎呀，这是卡里斯呢？你如果打那个120急救电话的话，120嘛打就是西班牙的不知道什么急救电话啊，看到我看到120了，我去点哪里120了，我给你给别说嘛，我就知道我要面临什么，就是洗胃呗，就是把那个这么粗的管子插到你的胃里给你洗胃呗，洗没哈敲着呗。顶不起啊嘛，你看我带那我就知道这个肯定会很痛呗，但又说什么？但那独立先那会儿去的，但独立起率怎么嘛的？这个药效太强了，我那个你说住的，我那个嘛你说住的，你说不吧？你能洗药嘛的？所以不能的抽离切住没呗？这切嘛推住没呗？我这做是对，你了吧？我那现在打让你镇定没呗？确实镇定起来，让你死没呗？直接让你镇定，然后起不来了那种。没做不着，你刚不打了，把人家别接的，你个咸呐或者有，没做不着，你做不那个能行没呗？白嘛推住会别说起，但白啥什么去，没的是呀，但的是差劲，但我这些光打没白的或者光打是那光参看或者没打都是不只是哪些点的，然后他也知道嘛，然后俺这是白嘛你当俺的年纪住嘛，当俺人性或者那的免受其他学没嘛什么住没呗，然后他一直在我的旁边，这像哎呀你谁没呗？过去那我你们苦的没让没单的让皮给带的皮给做年多做的怕做的是了解点没呗啊，光打是那光你嘛你不接，让你嘛你打你嘛你，可是俺你能爱惜我真的怕就是直接就是起不来了没呗。我这里就这样子，眉毛是画的蛮好看哦，没有画眉毛，他害怕你起不来，是的，但我周末的是，对我的眉毛真的很好，没呗，我的是，你大概好多久好了噻？一晚上
一晚上俺学呗，俺学呗去对过去还提嘎吧，因为我们是3点钟的飞机没呗，俺去对准备那么住的，去准备那么住，俺去对中意了，至少陪来不啦，去对古巴呀啦，古巴些住几些的读书是结果吧咪，之前中意了退会吧，肯定是呢去对准备那么住嘛的，我第个干下去的，俺去对古巴提起嘎呗，俺去对对不是吧，你弟子学下，去对你自己你口子学下。读了以后别乱吃药了噻，对我真的是我那会儿，因为太难受了没呗，俺光打孙子是被你或者刚才药嘛的，你嘛你那速不看或者那是等没呗，我那感觉肾脏或者被俺来没呗说是没呗的，那是等没，现在我的你苦呀没去，你就苦的，看的是你点多小被俺们那样让机场怕干过吧，我这上去你至少先睡个觉吧，我的上节我面的谁不的，我的是的。吃脏药有过这样一整天啥子多啊？我那面可就感觉3会儿么多呢。当俺做的对人吧，之前的面的就是那开起个面不着，就是肯定就是可能就是正常的镇定一下，让你说呀说的这7月预计着吧米，但我的面不行，你面性别他这些塞不着。而且这个药，而且不是一点点，我现在没听那路，是你啥子的去读诶？你看那路对大白，看人这4个没面活的，我的。我抽的是什么？我抽的是匈牙利的，对，万宝路，我的。现在咱们可以叫诺布勒噻，玛丽诺尔啥诺，名大差不多，名诺尔啥，按道理，你吃了啥药噻？就吃了镇定药啊。你镇定前我得每次看镇定前下桌情没呗，我得。我的是这下肚里，然后插播一条小广告，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香水的话，香水前谈的3元角香水前的内，然后有粉底液，就是我脸上这个粉底液，然后色号不是我这个色号哟，你也得谈的提亮的前角这色号是稍微比这个偏亮一点点的自然色和一个比自然色还偏亮一点的一个颜色，自然色我那先打起的，然后我明后天买那个自然色，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没呗，谈的年底可是。荷兰的女月节，然后就是我都没有出门嘛，然后我就没有买那个我平时用的那个色号的。你还有唇釉哦，独立很多唇釉有的，唇釉就是我平时用的那个闪亮和油亮的那个唇釉。蓝色那地说的粉底液遮瑕嘛，有一说一，我觉得很好买，因为我在他的脸上试了那个遮瑕。莫兰多安弟妹呗，人这西皮迪斯妹呗，胡茬这迪斯妹呗，你看我的干这些出吧，然后就有那种开了磨皮的效果妹呗。当年多安的没有什么大的那种瑕疵需要遮，所以就看不出来什么效果。我那通不懂，我安白的话的确得有啦，我没有说就是换各种各样的粉底，的确的皮确的起货嘛啦。你看我那还这么多，然后我在他脸上试的时候，真的有啥的，那些多安的 top 搞怕点嘛嘞。你得底子出吧，我那多干了，得底出的就这一块没，就是开了磨皮没眼前，然后其他就是没有那种，我的是，然后他皮肤很好，对是吧？我跟你们多塞不打面的，你们多塞不的嘞，俺们是前不住，没让你看前不住，然后他是真的，也不知道你俺底子差去对子嘛，说这话的也不说，感觉你最近瘦了噻？对啊，就是因为病瘦了，那下。吃青米曲要的，我吃青米曲要的，吃青米曲，这个是我的那个主推的那个白瓶，喜马拉雅 Ocean Mist， 喜马拉雅海洋之雾钱，然后这个是那个木质香的那个黑瓶，我第2年来有的，贼香啊！它等我呢，俺都今天那是等给我呢，就是偏头痛的刚刚减不来多啊，然后就是激素给偏头痛清没呗，根本闻不了香味没呗，俺去火了没，刚才去火了没，然后。现在这样子闻的话还是很香没呗，光的对子嘛香水什么它弄得被热啊这没呗，但这样子闻真的还是很香，闻得起。香水卡多尔电子商务啥什么鬼啊？我的那药的了，我的一个橱窗那药的，但看到就可以是粉底液的唇釉人家国人药的，然后如果您想一起下单的话，看上给钱按照多么些，差不多你们都用的得标的，然后理性消费啊，大家都要理性消费。
香水白瓶是很清爽的那种皮革香，这个是淡香，然后它的那个它就没有分那种前调、中调、后调噻，没有细分，明白？然后这个它是浓香，它就有分，更有层次感，明白？这个木质香更有层次感一点，然后这个是香味独特且但是淡香，我的。上面写了伽马是您的签名吗？啥？是的，你的签名要打香水盒子感，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盒子吧。我给大家看一下没有拆包装的，这是没有拆包装的，大家拿到手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是白瓶，不是这个是白瓶，是这个。它的名字就叫 Himalaya Ocean Mist， 喜马拉雅海洋之雾，明白？就是有那种雪山和海洋的那种很清爽的感觉，非常的高级。你给罗里亚年名干嘛？年哪边这个名？年。你如果大家看下面的成分表的话，大家能看出来，这个就是淡香的成分会少一点，明白？然后这个是黑瓶的，你看黑瓶的成分会多很多点，因为它的香是更有层次感，然后香味更浓一点，明白？浓香起来，黑瓶第白瓶的，然后盒子是这样子的。个人觉得黑瓶特别好闻噻，如果喜欢木质的话，我觉得黑瓶会很好闻，明白？因为这个是木质香。然后它是木质稍微带一点点的甜的那种木质香，不是那种纯木质的。Wonders， 这款香水跟哪个大牌有点像啊？啥？独立这个香水是我自己调的，然后就可能跟所有的大牌都不一样，明白？这个香味，上次香水会有点我会溢出来噻，独立。盖子确实有一点问题，有些有，有些没有，所以我们会发的时候就是会多发2个盖子，明白？你看上 KC 有漏有溢的那话，就直接把那个盖子扔掉就好了。主要是这个白瓶的盖子，因为白瓶它喷的是那个磨砂喷，所以这个磨砂喷如果它因为这里面有酒精，明白？有酒精的话会把这个上面那个盖子那个色会稍微弄掉一点，缺皮，明白 ？KC 有问题的话，然后我们会多发一个这个盖子，然后您就换掉就好了。我们的谢谢。持香这个的话是淡香，所以是2个小时，明白？这个是浓香，这个是8个小时以上。迪玛丽黑瓶迪，我应该看的是这个盒子，第8个小时前，第2个小时。对，这个是淡香。泰莎那贵我的香水，还有唇釉，还有这些都是在拉萨。一年来第1嘛呗，听那组第刚的卡多尔电子商务啥什么的，我主页上不是有个店铺嘛？我第个橱窗那拍难的。香水，你看听到做理性消费，尤其是学生听到做贵过面呢，因为我现在正在筹备那个小样没呗，您可以等那个小样。其实过年嘛，说这个都在拉萨，然后是100毫升的哟，但是呢100毫升且很大，能看出来吧？就是和我的脸差不多大起来，是没呗？忘的。贼好闻，我会更推荐白瓶的。但我的性格比较张扬一点，没呗。然后我更喜欢这个颜色、这个味道、这个白瓶的味道，没呗。然后诺尔盖没呗。我男朋友更喜欢木质的这个味道。米有马来克虽然低调的成熟参这一呢，我觉得这个味道您会更喜欢。第一次看漏了这个低调参而且不喜欢那种很张扬、很特别的味道的话，这个。所以这个是我，然后这是我男朋友，我们俩的性格就是那种对冲且低你大或者低情没呗，符合才显拿情没呗。拉萨线下能买吗？撒？可以啊，线下也可以啊，但是我们没有店铺，所以如果您要试一下香水的话，看你春意啦俩找啊是哪家看这是些得不得多，什么是努米亚伊呢？这给这是挺难的。可是您只想你想先闻一下，然后再买的话。我更喜欢老外身上的味道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更符合一点，明白？这个会比较更张扬一点，但是又不是那种很浓的香。我的这个香型会比较独特一点，因为它是皮革的那种香。我的糖不就是刚开始的那种前调，明白？它有点像那种青苹果和柠檬那种清香，就是很清爽的那种。但是压个蛋的量要不显那种我那团苏不或者加钱，那什么他们这配剧等你嘛说呢？这个就是很好。我的
非常的好闻。我娘啊，我们来他谈的这些点嘛的，你要不要说起嘛的？所以我自己调的这个香水的味道，我一闻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对不对？太好闻了。不喜欢特别香甜的香，喜欢木质淡香的拍哪个噻？木质的话是这个独立一年的，这个不是淡香哦，这是稍微浓一点的浓香，这个会更持久一点。木质香的看迪娜罗利亚，这里面的成分你看会多一点，会复杂一点这。然后这个的话是白瓶的香，白瓶的香你看它就会比较简约，比较高级简约一点。然后第自己对它成分的是蛮多这。对啊。以后大号不直播了吗？没有，大号以后就播不了了，大号是永久封锁你的大号的。然后我直播以后就在这儿，大家就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号。我就准些呀，说了答案这，卡里那来我迪娜一打，那个迪娜，272这272，这个是272，价格是272，然后100毫升，签不签那有嘞？水光片讲一下噻，水光片有吗？水光片你要先问一下哟，都是让你给起起的，你春意拉在水光片都会给起起的，水光片切里面还有这个鱼油切，第一仓这是我们之前带的，然后我一直没有推嘛，有可能有剩货的。搜了卡多尔电子商务没有啥，你不用搜，对的，你主页干的你艾特钱多什么多呀，我的那点的。水光片有的撒 ，OK， 太好了。水光片多撒，水光片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要化妆，然后你又没有时间去那个补水啊、护肤啊那种的话，你就可以吃个水光片呗，就是让你的皮肤变光滑，就是变得那种对自己亮擦住呗，多这嘛，大家嘎转着去给我等嘛的，水光片真的很有用呗。还是我怎么小白几个的，我不是说要出门了嘛，光他去中医所也多嘛了，就是那个妆呗，扒到脸上扒的非常好，我的天，就是这个是我眼睛能看出来的。但是有些人给我的反馈是什么呢？你看些痘印的这用嘛的水光片嘛的，就是皮肤会变光滑很多噻。但是我没有痘印嘛，所以这个是我是不知道它有这样的效果的。对我来说，它的作用就是粉质的这个粉底扒的很好，妆扒的很好，我的钱要钱那点。香水特别好，香啥？推荐哪？这个的话是2个小时左右的，2个小时左右的。然后黑瓶的话是8个小时。我忘得是下度的。直接吃的吗？可以看吗？是的，我不是这2天都没出去买东西嘛，我现在没有水光片了这，我现在手上没有水光片了，我只有辅酶 Q10，但水光片也是这个牌子，就是德国双星的这个牌子。水光片是这个牌子里德国双星的，然后现在我没有盒子了，因为我没有来得及去买。女龙然们就不是生病嘛，一直待在家里。那个号怎么封了呀？淡一点的是哪个呀？淡一点的是白瓶，白瓶是淡的，然后黑瓶是浓的。黑瓶是木质香，然后白瓶是那种很高级的皮革香，明白？柠檬、青苹果前调，然后中调后调都是那种皮革香，非常的好闻。你明白？很高级的皮革香，这锅什么？意大利的锅窑，我那个什么明白？我的说起，它主调就是这个。他给你中药的呗噻，中药嘛的，但出不什么着起，你米拉花多也几大事情，俺很多过那个，俺听的你止痛几个3倍呢？地狱是那光的是哪是单着的？偏头痛。香水我更喜欢这个呀。这个就是我喜欢的。高铁里的事情说一下，工作太忙这天，高铁哪个高铁？高铁客运。喜欢旷野的话，旷野和这个可能会近一点，因为旷野是性张力不是很强嘛，然后和这个会稍微近一点的，因为旷野也不是木质嘛，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个是木质嘛。迪达迪斯塔尼有什么办？你对象今天怎么没有跟在？因为他在荷兰，我在匈牙利，我们2个已经是
我们两个已经是异国恋了，然后他是没让可对用你的多啊，他说是他15号来噻，然后30号走，没让给写钱呢，然后我不知道他能不能15号来，写钱的问的啥？今晚不去吃饭吗？我准备去，然后我再问我朋友在哪儿。大鱼啥？啥是电鱼啥？他在一个餐厅啥？走路走17分钟吗？OK， 俺米拉去吐下去。从哪里拍香水啊？噻？之前不就看给前两站军的这个栏的卡多尔电子商务在什么？我主页上不是有一个那个电话号码？你看的抖音给店铺什么的怪？卡多尔电子商务在什么的？我的那里拍的这个那里面有香水。我的天！德国双星的叶黄素好用吗？噻？不知道啊，叶黄素没有用过，我用的都是德国双星的这个，还有辅酶秋实鱼油。然后还有水光片，很多护肝片有这个护肝片，但我准备明天开始把护肝片吃起来。看的意思呢，可是因为你要我买钱地干的呀，看的面可就没就塞不着的，感觉真的肝脏受损，血囊或轻没呗。哎呀，特里可是你俩，你让你们妮子去估我，看的意思呢，我又在吃止痛药没呗，感觉面忙不显那现的。压着米是堵住好嘛的，堵着米是压住没别说什么？堵着你家里人知道谈恋爱了吗？支持吗？啥？他们应该知道吧？因为我发的这个朋友圈，我发的这个抖音没呗，感觉全西藏的人都知道了。你看一下那个转发量没呗？我那些那差不多没呗？喜欢配枪朱丽叶白瓶的话，拍哪个噻？我不知道，我没有闻过这个，有可能我闻过，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名字没呗。看意思呢，我在这接触的都是国外的名字没呗，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的那个外国名字叫什么嘞？护肝片有卖吗？噻，看上纯一来了，给这是挺难的。这些都是之前4月份时候带的嘞，让大家不用担心啊，就算是4月份带的，它的日期给大家从这边寄过去的时候都很新的，不用觉得哦是4月份的，然后可能放旧了，那上过嘛这都是最新的日期，明白？我那个提取把它来，给这些来呗，去最后不多啊。我可能还要买个眼线。上次直播都不敢亲嘴了，后面发这个舌头都伸出来噻。对啊，因为我涂了唇线嘛，因为我们那天是我们要去玩，唇线前，然后唇釉，然后我不喜欢我涂了这么好看的唇釉，然后我把所有唇釉都放到他的嘴上面呗，所以我会这样亲他。我只要化了全妆，然后我涂了唇线、唇釉之后，俺不让大你们都 OK 没，然后我又很想亲他，所以我就只能用舌头亲他了。顶年底的蛋，特皮。你可以讲一下一起旅行的故事吗？咱不是刚讲完吗？之前喜欢之前的蓝瓶，这两个的话更推荐哪个？你之前如果从我这儿买过那个蓝瓶的话，妹妹，如果您想要相似一点的味道的话，可以拍这个妹妹，因为这个是清爽的，蓝瓶也是偏清爽类型嘛，是吧？KC 之前如果您买过那个白瓶或者棕瓶的话，因为那两个有点偏木质嘛，如果你想要和那个相似一点的话，然后这个又是木质的，妹妹，因为恰马大，不会说撞香或者一样的，那嘛的。喜欢香奈儿蔚蓝的味道的话，我觉得天然蔚蓝的嘎不钱的，我觉得这个您也会喜欢的，妹妹。对。看意思是没的木质啊，木质的蔚蓝的啊，这我是看妹妹说是。
考虑出巴塞罗那的 vlog 吗？啥？巴塞罗那没有 vlog， 巴塞罗那 vlog 你也挺鬼么多我的嘞，哦耶啊什么多我的嘞，因为我们俩不是生病了嘛，都没拍。你看我画了这样的唇妆，然后你觉得我们俩肯定亲嘴吗？肯定不会亲嘴啊，我都是亲舌头的。那是秋酸，然后唇釉有唇釉，但是每人限购一支，不能一起买。然后这个是闪亮的，然后这个是油亮的，唇釉类有的，给大家涂个油亮的吧。油亮些呢，就是从远处看的话，你整个嘴巴是亮的，会更显眼一点。一点闪亮的话，你就是会更精致一点。就是近距离的话，这个会闪亮会好看一点。粉底液能遮瑕吗？那肯定可以啊。对，就是一整个嘴巴都是亮的，对的。你这些多他整个呢？知道啊？粉底也有啊，粉底也有啊，拉萨有现货。唇线笔推一下噻，唇线笔没有卖的，但这个是那个 Hailey Bieber 的弟妹呗，Road 啥什么呗，是那个牌子，然后这个确实很好，看被我用的。你先那会儿回去当不的？唇釉120硬币，唇釉是有个这个，然后这个这个它的出产地不一样，有些是 Made in China。有些是 Made in China，有些是 Made in Spain， 有些是西班牙产的，有些是中国产的。然后，地址多，大家收到之后，如果是中国产的话，大家不要觉得是这个东西都是从匈牙利买的寄过去的。我现在手上这个也是地址下 Made in China 这下，但上次我们从荷兰买的这个时候又是西班牙产的，所以它产地是不统一的，是下每一批次不一样。读着以后多发作品啊，根本不够看噻。好的。对，它气松啊，气件，我给大家涂一下那个闪亮的啊，不灵不灵闪亮的。唇釉没有链接，唇釉因为是代购的，所以只能加那个geçen arancık sunum 생겼으면呗。我的，这个是不灵不灵闪亮的那个，对，这个会更精致一点。对，它整个的对吧？没有比刚刚那个更闪的，它整个的闪差的话，油亮性觉得，这个的话就是那种细看的话就是会很闪，因为它里面有那种细闪，对不对？非常的好，这个真的非常的好，你都不知道我用空了几瓶没呗？这是我从那个阿姆斯特丹买的，订阿姆斯特丹的月饼 ，Essence 是这个欧洲的这个牌子 Essence，对的，你看看你怎么这期间，我怎么可能亲他呀？没得，就是没有画嘴巴的时候，我就会天天亲他的，画了都画没完，你看，这类硬没呗？来晚了才来晚了，这个是120吧，好像是120硬币。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是毫升可拉多。哦，这个是4毫升，唇釉是4毫升哦。唇线颜色太深了噻，我就是颜色我会故意涂的深一点，这样才有层次感，明白 ？OK。当我扎点这些下我们中，扎了现在出你中的这些，现在出完的，机器人。作品怎么没有啊？有啊，然后刚刚还发了个作品。
头发这样披着的话好看多有哎，推荐哪？另外那个号被安排了哎，对，另外那个号直播不了，然后这个是直播号，另外那个号发作品嘞，发作品发照片，然后他不是15号左右要来布达佩斯吗？我团队长吧，我就好好的弄一个 vlog， 呢，人家没去年 vlog， 人家没去的钱，但团队长啊查有几个哪子是大白，哪子的我呢查呀或者干什么都。香水盖子打开以后，喷头底下有个黑色圈圈，也一起跟着掉噻。是这个问题，只有白瓶有只有白瓶有。然后如果那个盖子上有掉色了的话，你直接把那个盖子换掉。我们有一个多给你发了个盖子，白瓶都会给你多发一个盖子。我的姐姐男朋友是大学生吗？不是哦，不是大学生。感冒还没好吗？比嘎姐噻，差不多邂逅。男朋友在哪里？在荷兰。然后明天有包包，明天我给大家看一下包包啊，有那个小包，我之前不说有那个另外那个颜色嘛，然后那个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没有，明天我要去拿，明白？多这是什么意思呢？头发是湿的吗，姐姐快干了。今天我得轮不得仔细读。多这是呢，是我对我的关注者的爱称，然后你们也可以称我多里，你来听他做多里来是没办？多里了没办？但多里了就俺看小姐，但你来没来多里了比年丢来多里了没办？想买香水可以啊。喜欢木质调的话，黑瓶就是主调就是木质调，明白？然后前调稍微带一点点甜。你这个的话就是很清爽的那种，皮革香。白瓶是皮革，然后黑瓶就是木质。如果大家有喜欢木质香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黑瓶。还以为是屁这也就是屁，但是是有内涵的屁，是那种香屁。男朋友也是混血吧，很帅男朋友也是混血吗？他不是混血啊，然后我也不是混血啊。我给大家说他的人种的话，大家都会想笑的，他是黑人，因为他妈妈和爸爸都是那种哪样是没办这是所以他是那种有点像基因变种的那种黑人，他是有点像那种不是啊，但是有点像那种白化病的那种黑人。卡的意思呢？他的毛都是白的，你没我了没？他的那个毛就是真的那种金丝眼毛，这金色是没我的人很恐怖。我多低嘛的，他念不念嘛的那通嘛的。那他不黑啊，像黑白混血的，对吧？对，他就是有点像黑白混血，但是他是黑人，他是那种加勒比的那种黑人。他的那种人种祖籍没呗，就是加勒比人嘛。我是喜马拉雅人，他是加勒比人，我的。香水怎么买呀？你充一那个给钱昂涨什么多呀？我的那云呢这个里呢，如果你想从抖音直接购买的话，您看一下那个卡多尔电子商务什么的，你主页干的。我听他的那里啊，橱窗的那个橱窗那是那的，然后有香水，然后您备注上，它下面有规格可以选白瓶和黑瓶的。下面呢给钱昂涨的云呢这个大了，给钱昂涨是多少？我的云呢这个。当这乐为呢，当归呢，你这些瞎啊？会结婚吗？目前还没有想结婚没有。我们两个如果同居5、6年前呢，我可能会考虑一下。现在还早，现在还不会想要去的。香水多少米？香水是100毫升，然后是272这下香水。很香当然的底子出我那光那个的嘞，你越了没了几出，你底子的，贼拉好闻没呗？什么呢？当我裤头困过来我了呀，
这些准女唇我真的很想这样做。那裤子宽有点大，我穿短裤，你看。那裤头人不去宽为难，还是不穿了。几宽啊，也没得裤头你宽。几宽吧。No way, bro! What the heck? 你裤头换多少？看着打花心不是脚不这个，到底主卡不闲哪有的？看的意思，这裤子是那可是强把马着框的做不强就知道。哪个味道香水送拉萨发货？哪个味道淡一点？白瓶会淡一点，黑瓶是浓香，浓香色它就是持久一点。然后你刚闻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淡香和这个是浓香的，因为两个味道都一样的冲，闻得起来。然后你只能是涂上之后，它是2个小时没白，那你性别的8个小时，慢慢变得越来越淡起来，是没到我的表了。当啊，裤洞很多的，你裤洞涂不本得啥？作品怎么都删了呢？啥没有啊？这是我的小号，这是我的直播号，这是我的小号。上班族想要干净一点。